观众朋友，你知影这是什么所在无？这有一部电影叫《侏罗纪公园》，有一个大人带2个囡仔，伫恐怖的时伫逃走，走来到这个所在边咧，有看到一只恐龙，哇！哇，我是恐龙，暴龙。你唔通叫我假死？哎，我们2个人呢，就是双龙霸。对，哎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哎，你看漂亮不漂亮？真的好美啊，真的很棒。哎，那边2个人是谁？不是司马玉娇跟阿星吗？是吗？哎，你看，你看你所在，这就是恐龙湾。你嘛靠拜托咧，咱2个人吼，到孔明湾行行就好了。这恐龙湾哦，万一若个恐龙给造出来吼，迄过年嘛对不？不是孔明湾啦，拜托的，这恐龙湾就是夏威夷吼最好的观光地区。你来看这个山地，这个山地一看吼，足像一尾恐龙啊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讲是照它的地形命名啦。对，就是恐龙湾，你看看。哦，来，观众朋友，你嘛对我来看卖啦哈。看注意看哦，那边啊，那山有无？看它好像恐龙的头一样，那个绿色的地方呢，就像一个眼睛，然后那里挖进去的地方像它的嘴巴，好像还有牙齿这样凸出来。哎，注意看卖哈，真正是很像一条恐龙。安尼看袂清楚，落去看更较清楚。落去看都唔知咯，落去看吼，足侪人吼，请有3.4个呢。3.4之岁啊！但是不一定啊。夏威夷的海滩怎么样我不知道了，但是我伫洛杉矶的时阵哦，我是想讲伫电影内底啊，看迄个美女有无，身材一个比一个好，腿又修长，哇，好棒啊！可是，在洛杉矶海滩一看啊，我就知影身材最好其实是我看到的都拔，你知有够不也不啦，漂亮的通通他去拍电影了。夏威夷的海滩真的有美人鱼吗？有，下面有2条。真的？现在去看美人鱼。好，来，对我来看麦。其实哈，说老实话啦，应该最少有4条了。我跟杨丽花姐也勉强算2条，但是我们2个人都比较含蓄。